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苗栗县长的选举，这个国民党起内乱。国民党提名的谢福洪，甲替党参选的蒋东锦，互相来挖空香。讲这个两位的前县长刘正宏甲鲍学平，因是来挺谢福洪，三个人做伙开记者会，指控蒋东锦捌来犯下伤害致死罪，互抓去关，应该要来退选。那另外这边，现任的县长徐耀昌是挺蒋东锦。蒋东锦讲，已经把以前的代志交代清楚了，讲真正爱退选的是过去捌甲鲍学平等人秘密计划支持蔡英文的谢福洪。周院长兑现承诺，立刻兑现。国民党苗栗县长候选人谢福洪甲前县长刘正宏、鲍学平呼吁无当这个蒋东锦退选。我们不单要把这种人下架，我们也希望我们乡亲睁开眼，把他的同路人一起下架。一天一片再一片变再变。那这样的话，你以后怎么领导县政？两位前县长会安尼讲，是因为蒋东锦捌承诺讲，只要有人提出伊杀人的事实，就退选。今麦时代力量县长候选人宋国鼎并出判决书，蒋东锦捌因为伤害致死被判刑入监。是经过法院3审定验，而且他说提出了证据，他要退选。这个是我们做一个政治人物应该做起码的事情。面对两位前县长出面要求退选，蒋东锦的阵营回呛讲，真正应该退选的是谢福洪。他跟苏家全、谢福洪他们都一起密谋，支持蔡英文。我希望他们带着谢福洪赶快退出这场选战。毋若提出批评蒋东锦竞选总部的执行长，更加敲死鲍学平甲刘正宏这两个人。他们以前要选县长之前都负债累累啊，现在是存款多多，应该安享晚年了。有关伤害致死入狱执行长讲，蒋东锦进前已经开记者会，讲甲真清楚啊，呼吁下地名，毋能因为民调输就针对蒋东锦伫开炮，两派人马安尼夹来夹去，和苗栗县长的选战给经济为敌。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